各位朋友，大家好。人人都想幸福長壽嘅，咁常國今日呢就將哈佛大學一個80年咁長嘅研究個結果呢同大家分析下，因為佢係俾6個秘訣你，能夠令你人生幸福又長壽嘅噃。呢個係哈佛嘅一項研究，佢係用咗268名哈佛大學嘅畢業生，456名係普通城市男性嘅藍領，同埋90名高智商嘅中產階級女性。呢3類人作為對象去研究咗80年，由佢一出生直至到佢到老，研究佢哋嘅幸福軌跡啦、事業同埋婚姻嘅。而研究發現呢，財富同名望呢唔係幸福生活嘅關鍵喎，而係同家人、朋友、配偶之間嘅親密程度呢先至係長久健康幸福嘅重要因素。咁而家同大家講下呢6大秘訣點樣令你幸福又長壽呢？第一個秘訣呢，佢就話吸煙同埋酗酒對壽命係有殺傷力㗎。喺佢嘅調查大學生之中呢，早死嘅人吸煙嘅頻率係快樂健康嘅人嘅10倍啊！佢話飲酒過量呢，唔只會損害健康，而且從長遠計呢，會令你唔開心同埋破壞你嘅人際關係嘅。第二呢，就係你受嘅教育越多，就會有更加好嘅習慣同埋更健康嘅生活噃。佢哋將70歲嘅城市普通男性嘅藍領嘅身體健康狀況呢，同80歲嘅精英哈佛嗰度發覺一樣係咁差噃。但係如果70歲受過大學教育嘅城市男性健康狀況呢，就同哈佛嘅精英一樣咁好啦。雖然佢哋其他條件都係低過哈佛嘅精英，但係佢嘅教育平等呢，就足以令佢哋喺健康方面係完全相同啦。所以呢個學者就話，城市內嘅男性受嘅教育越多呢，佢哋就越有可能遠離煙草，有合理嘅飲食同埋適量飲酒，所以個健康咪一樣係咁好咯。第三呢，就係佢嘅童年方面嘅經歷啊，會影響佢成年後嘅發展。研究就話，城市嘅男性同哈佛嘅精英嚟講呢，高收入嘅最佳預測因素唔係佢父母嘅社會階層啊，而係佢嘅母親有冇令佢哋喺童年嘅時候感覺到被愛啊。但係佢如果一個冇快樂嘅童年呢，亦有可能有希望將來有遲來嘅愛同埋支持嘅噃，可以令佢撫平佢嘅舊傷嘅。佢話當人喺成年後揾到一個心愛嘅配偶或者一個信任嘅朋友嘅時候呢，苦難嘅童年嘅傷害呢係可能會被消除嘅。所以人需要每個年齡段嘅愛。佢話遲到總好過冇到啊。第4點呢，就係處理人際關係係一個關鍵嚟嘅。研究就話，你成日指責人啊，消極咁攻擊啊，又否認啊，又出爾反爾，呢啲都係適應性差嘅應對方法，係導致不良嘅效果噶。但係呢啲行為喺短期內呢，可能係舒緩咗你負面嘅情緒，但係長期會造成嚴重嘅破壞噃，會損害你嘅人際關係，同埋影響你人生嘅決定嘅。咁研究就話啦，成功咁老去嘅呢，係需要不斷學新嘅事物，同埋繼續結交朋友噶。50歲仍然不斷咁擴大社會圈子嘅老年人嘅心理健康呢，同情感嘅成熟呢，係同樣咁重要嘅。第5點呢，佢話擁有親密嘅關係呢，更加令人哋終生快樂。研究就顯示啦，同金錢或者名譽相比呢，親密嘅人際關係更加令人哋終生快樂。負責研究嘅教授就話，喺80歲嘅時候仲好健康嘅人呢，
都係喺50歲嘅時候對自己嘅人際關係好滿意嘅嗰啲人嚟嘅。最後嗰點呢，佢就話自我改善生活嘅最佳途徑呢，係專注於幫助周圍嘅人。研究就話啦，當你樂於分享呢，意味住你有建立咗一個社交嘅圈子。基於社交圈子提供嘅機會啦，你樂於分享就意味住你更大嘅社會圈裏邊呢，充當啲年輕人啊或者成年人嘅顧問、導師或者教練添。研究就顯示喺30至45歲之間呢，人對個人嘅成就嘅需求就已經下降啦，但係對社會個圈子同埋佢嘅工作關係嘅需求呢，就會增加㗎噃。所以呢，我哋將人生嘅前幾十年呢，用嚟建立美好嘅生活同一個豐盛嘅自己啦，然後將剩下嗰幾十年呢，用嚟同別人分享你自己獲得同埋學得嘅嘢啦。呢個就係哈佛經過80年得到嘅結論啦。希望大家都健康快樂，有個幸福嘅人生啦。多謝你收聽。